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，今日推介就係呢一款飲品 True Hydration。嗱，大家平時咧都會飲多啲水咧，保持身體嘅水分㗎啦。但係好多時大家咧都中意飲一啲含糖嘅運動飲品啦，或者飲汽水啦。但係呢啲咧絕對唔係補充水分嘅理想選擇嚟嘅。但係呢一款就唔同啦，呢一款咧係優質嘅補水選擇嚟嘅，能夠實在咁改善健康。嗱，佢採用咗係零鈉配方啊，為身體咧提供極佳嘅補水方式。就算你係高血壓嘅患者咧，都冇問題嘅，因為佢咧絕對唔會對血壓造成任何嘅負擔嘅，簡直係高血壓患者嘅最佳選擇添啦。而且佢嘅成分咧超級純正嘅，有99.999% 以上係純水，再加上適量嘅電解質，仲係零糖、零鈉、零卡嘅非碳酸飲品添，所以健康得嚟又解渴㗎。平時一罐嘅市場價係38，性價比超高啊！所以無論你係運動後補水啦，或者日常飲水咧，佢係絕對你嘅不二之選嘅。有興趣朋友可以喺展會期間嚟到我哋嘅 E20攤位多啲了解，一定你哋到時見。